这粒咱来三到强调上帝的话。今日的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第12节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第12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个新约部分372页，台语汉译本是伫个277页。我要用台语汉译本来读。所听兄弟啊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，搁捌上帝；无听的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，互咱对伊来活。上帝听对这个显明伫咱，毋是咱捌听上帝，是伊捌听咱。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，听就是在伫这个所听的兄弟啊，上帝若听咱到安尼，就咱也着三听。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，咱若三听，就上帝踮伫咱，伊的听也完全伫咱。以上，今日真欢喜，台南新人院王宗尧王院长来到咱当中，伊今日要带来上帝信息是上帝的听。大先爱代表台南新学院向咱上联的牧长兄弟姊妹谢多谢，伫过去久久对神学教育的支持，特别台南新学院最近咧向教育部申请立案，因为新学院的建筑物有诶100几年，有诶拢50-60年，所以教育部要求就是要有迄个无障碍的设施，所以通过上联教会的帮赞，咱开始有咧进行。我会代表学校，而且甲咱大家谢多谢。当然，伫私人来讲，我的丈姆东江彩云是咱上联教会的这个会友，也伫遮甲咱请安，甲咱谢谢过去对我的丈姆的这个帮赞。新学院目前的学生有170个，本地学生外国学生有20个。因为新学院台南新学院正做这个世界传道会的一个训练的场所，所以咱有提供这个语言英文的这个硕士班，提供第三世界的这的牧师来到台南新学院进修，来帮助第三世界的牧者，将来转去会当将这个本色化，还是讲处境化、本土化的这个思考带到伫因的国家。有利益伫因的国家的这个进展，所以请咱继续也为着台南新学院来关心。目前阮有计划，阮的师资大概12个，希望会搭甲中英大学的新学系、宗教哲学系、甲社工系、甲成大的一寡老师会当结连，成做一个 association， 将来会当提供更较济的这个学习。阮希望将来若教育部立案，这个要做牧师爱读4年，其中的1年会当去读社工，做社区的工作，会当去读这个心理学，做牧会的这个合谈，关心会友的事工，
会当做德学的训练，来成做思考，也是将来的教育者。所以阮开始咧计划，这个神学教育会当提升，将来来服务更较深入，更较深度来服侍台湾教会。咱的关心奉献，成做阮真大的帮赞。这拢是上帝的疼。所以今仔早起，我要用上帝的疼来甲咱三角来分享。这个疼，就是将对方放入去家己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世界，也因为家己被对方接纳、甲了解，就感觉无比的快乐，甲感觉一个无比的这个幸福。罗马诗人欧比特，伊讲伫一本伊所写这个变形记，伊安尼讲，迄个疼是会互人变形的。当疼临到伫你的时，当你咧谈恋爱的时，迄个疼激励你，会互你意气风发。总是疼一个人若要得到同款的回报的时，迄个疼会变形，就会成做怨愤。咱今仔讲的叫做情人看刀，对无？要是破流霜，就去共抬，互你死，造成家己的痛苦，无就自杀，害死家己，互对方受苦。这个疼，若是停留伫迄个平面的，是停留无有迄个隐形的价值，伊是会变形的。总是我咧读这个法国的作家，这个罗曼·罗兰，伊讲一句话真好。伊讲检测这个世界，并不是咱所想的遐尼完美。你疼人，你要爱一个人，迄个人无一定爱你；过来你爱一个人，迄个人也爱你，有可能有一天嘛会分开。不过咱家想看卖啊，点安呢？你若爱一个人，迄个人若无爱你，你会使去爱别人嘛？因为世间也毋是单咱两个人尔。虽然爱甲被爱，有时有一天会分开，总是咱得爱珍惜。亲像罗马的一个诗人伊所讲的，伊甲伊的太太40年的生活，互伊非常的快乐、珍惜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咧看这个疼的这个意义，希腊的哲学家 Plato， 伊讲疼，当咱看到咱的目睭看到这个世间的万美的时，这个灵魂的疼会甲咱激励，想要爱这项、爱迄项、爱真济物件。总是了后，这个疼佫会当甲咱提升，疼敢是安尼尔，互咱会当追求佫较永恒的迄个理念的世界，迄个完美、迄个永恒的疼。巴图讲了真好，咱若对世间所看的物件想要疼伊，敢会当看到迄个背后佫较价值的物件。永恒的物件，互咱有心无这个疼。我咧读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，奥古斯丁是受柏拉图的影响，当然因也感觉对咱目睭所看的物件来疼，也当疼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总是有一个真心的这个反省。伊讲咱拢讲疼上帝，咱好好想看卖啊，有时是咱疼上帝所创造的万美，较过头疼上帝，真好的反省。有当时啊，这个疼会变形，这个疼停留伫迄个历史的平面尔。主前第3世纪，当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要翻做希腊文的时，这希腊文的作家就把这个疼用希腊语话的概念，甲伊带入来这个基督教的世界，就开始男女之间的疼叫做 eros。咱知 eros 有真心的意思。搁来咧讲到亲人，也是朋友，甚至咧描写耶稣对耶稣路的疼，也是对学生的疼，叫做 philia， 迄个友情、亲情的疼。总是咧讲到上帝疼的时，迄个永恒的赞美的时，希腊文就用阿加佩，迄个袂改变的疼，迄个无听你袂使，迄个无条件的这个疼。所以这个疼，就互咱会当看到
伊会当对 eros 对 philia， 咱家己提升到伫上帝迄款的阿加贝的即个疼，亲像咱的宣调所讲，上帝疼咱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。也是今仔日咱的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就是疼。咱若三疼，咱就活伫上帝的疼的内底。这个疼就是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，互咱得到活命，互咱得到人生的这个方向。我咧读这个路加福音第7章的时，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独生子死去，耶稣就群伊，圣经讲耶稣就怜悯伊。这个怜悯的希腊文真有意思，来描写人的五脏六腑，这个内心感情上深的所在。耶稣甲伊做伙受苦，耶稣的疼，伫伊的受苦的中间来成做迄个安慰。我咧读马可福音，当耶稣一个麻风病人求耶稣医治的时，耶稣怜悯伊，迄个怜悯也是五脏六腑内心感情上深的所在。耶稣就甲伊的受苦做伙受苦。我咧看马太福音20章，耶稣伫耶路哥拄着两个青梅，耶稣就怜悯伊，伫伊内心感情上深的所在，甲因三角受苦。当时咱想看卖啊，这个世间的疼，敢是亲像咱咧写这支钱同款？头前叫做利己主义，所有的疼拢是为了家己，为了我关心的人，为了我的同胞，为了我的族群，为了我厝邻的人。这款的疼有啥物了不起？至少上济是放去妨害别人。所以咱亲像咧写这支钱，伫人间的伦理，疼是为了家己，放去妨害别人，安尼就好。总是你袂当将这支钱拢放伫这个较顶头。你若拢为家己活，所有的疼拢为家己，你会无朋友。人讲你自私，人讲你单顾家己尔。总是你嘛袂当把钱放伫下底。我哋是人伊咧教者上了解阮的男性男同学，迄报告拢一直万交、万一礼拜、万两礼拜，安那个嘴拢交袂出来。总是若女性啥物电脑歹去啦，3更半暝嘛总去。你袂当为着别人活。你就爱去写一支钱，为家己活，甲无去妨害别人的中间，迄叫做世间的伦理，去写一支钱，这有啥物了不起？咱逐个人敢毋是拢安尼？为家己活，无去妨害别人就好。总是我要讲的上帝疼，耶稣基督的疼，爱甲咱的利己主义斗争，甲咱的自私斗争。甲咱的骄傲斗争，毋尔呢，佫形成一个疼的理想，去关心比咱佫较需要的人。这个疼毋但有价值。咱咧看人类伫这个历史，咱常常制造问题，结果制造问题的人，家己佫是要解决问题的人。历史若只有停留伫平面，无有迄个垂直的面向，咱何等的悲哀！咱无法度超越。这个种族主义，这是马丁路瑟金一个黑人的民权运动的领袖。伊伫波士顿大学留一句话，真做真侪人的勉励。伊讲：你会当笑我瘦，无要紧，我认真工作，增加我的收入；你会当笑我戆，无要紧，我吸收知识，互家己会当进步。总是你袂使笑我乌，因为我生来就是乌，所以讲 black is beautiful。乌是水。我捌听一个笑话，讲有一个白人的参议员，去竞选，来到黑人区，下底拢是黑人，伊拢袂晓讲话。伊讲各位兄弟姊妹，虽然我的皮肤是白，毋过我的心甲恁同款是乌的。咱的疼拢只有为了家己，为了家己的族群，咱无法度看。超越迄个种族主义，还是性别主义，这是三体党。你看这张图，就是迄个中古世纪到伫近代，迄个有思想的女性，
拢非常的危险，会互当作是迷雾。咱也今仔到英国的 Canterbury 去迄个河边街散步，佫会当看到这个神迹。你若互人感觉是迷雾，是甲你搭伫迄个顶头，甲你浸落水内底，浸5分钟，抽起来，若死去当然就是迷雾啊，你就无魔法。若抽起来无死，你就是迷雾，你有魔法小死。人类真久的时间，无法度超越迄个种族主义，还是性别主义。听，就是停留伫听家己的族群，听家己同类的人。总是咱想看卖啊，人的了不起，敢是因为咱有上帝的这个形象。比如讲，我饲一只狗仔足牛，我的厝若落雨滴水，迄只狗就知影伊的使命来，就走去墙角边，我会放一个倒布伫遐，狗仔就甲倒布夹来，互我讲自然啊，落雨滴水啊，赶紧去佚佚咧，我就去佚。即摆落雨滴水啊，我煞袂记甲倒布放伫墙角边。迄只狗仔知影伊的使命来，走去墙角边看无倒布，哇，走转来找我，尾巴摇一摇，讲主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看着办好了。你会安怎？无倒布我举扫帚，叫做 intellect， 入去，佫会当出来，叫做举一反三。无倒布，我就举扫帚。咱感谢上帝，咱佫会当想象。我踮伫海边，我有 intellect， 我有 imagination， 我想象，所以船仔就出现。我要到伫海的迄边，飞机就出现。这个太空人就当到伫太空，这叫做创造力。然后今晚要甲咱分享的是啥？是咱会当想象永恒，咱会当提升家己，互咱家己有垂直的面向。因为咱想象永恒，咱靠法度去扩展生命的广度与深度。咱咧读先知阿摩斯敢是安尼，甲上帝的关系，我有一个真深的反省。遐以索比亚囡仔，甲以色列的囡仔，敢拢是上帝的囝。迄个听就超越迄个种族主义，超越迄个限制，有迄个阿加佩，迄个永恒的这款的面相。这敢是十字架，敢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迄个上帝听，迄个垂直的面相，迄个永恒的面相，互咱会当扩展生命的广度与深度。耶稣的听的伦理就是安尼，这个听就是甲家己的欲望斗争，甲家己的自私斗争，甲家己的骄傲斗争。耶稣敢是甲遐个迄个将天才当作上帝的人，讲你袂当服侍两个主人。伊对迄个少年的观感是安尼讲：伊的问题毋是有钱，伊的问题毋是有权力，伊的问题毋是有地位，是有时遮的物件正做咱的上帝，咱就服侍遮的物件，所以就爱放下来跟对耶稣，互咱的生命会当超越权力，会当超越金钱，会当更较有永恒的这个面向。耶稣对法利赛人敢是安尼陪伴？你拢爱互人称呼做老师，骄傲，这个听，这个上帝听，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听，爱甲咱的骄傲斗争，毋通想讲家己了不起，家己有啥物了不起？我咧读这个罗马的教育学家昆特利亚，伊咧教育这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，总是到落尾伊留一个评语，伊安尼讲。伊讲我这学生，若无家己感觉真聪明的时，因实在是真聪明。总是因为因感觉家己真聪明，就互因的聪明变做无聪明。咱有啥物了不起？有啥物会当骄傲的？迄个听会当甲咱的骄傲斗争。迄个做要想要做大人物的，会来去服侍人，去正做人的帮衬。咱咧读圣经。读迄个凡甘霖的妇人人，咱读了非常的感动。
奥古斯丁安尼讲，讲是世间上大的不幸，去拄着上大的疼痛。就安尼耶稣甲伊讲，毋通搁犯罪，你的生命对今仔日开始改变。什么人无有过去？就是迄个疼，互咱会当改变。迄个上帝疼甲自我的改变，即个合一。咱咧看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过去，佫会做毋对，总是过去做毋对的事实，已经无法度改变。总是浪子回头，有咱什么款的启示？就是过去做毋对的事实，虽然袂当改变，总是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会当改变。也因为迄个意义改变，就改变你的现在，也改变你的未来。这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迄个上帝听了着，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谦卑，我上帝听，成做咱生命的价值来改变家己。毋然呢，咱的听是去关心迄个更较需要的人。耶稣甲咱讲，咱若要帮助人，毋是要做互看。正手甲倒手，做啥就不要互倒手知影。咱的宗教的天性，毋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。讲你做有信仰的人，毋是。咱帮助的对象是颂扬人、弱势团体，是安那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回报。这款的疼毋大了不起，这款的疼毋大会通感动人。我去美国读册，几啊年来，拢得到姐姐兄弟姊妹对我的帮助，不求回报。我今仔日经济改善，帮助学生同款，不求回报。就是这款的疼，毋然家己甲家己的骄傲斗争，也形成一个疼的理想，关心比我更较需要的人，佮不求回报。巴克勒牧师台南新人院第一任的这个校长，1865年写16岁写伊的献身文，感谢上帝，这个献身文，阮伫今年对英国找到，甲家属甲因拜托，甲因请求，看当放伫台南新人院永久甲伊保存。所以这个献身文已经转来伫台南，阮即马甲伊保存。让成做苏醒台湾教会一个真大的决定。巴克勒牧师当时对 Glasgow 因有3个优秀的青年人志愿来到远东宣教，一个伫中国，一个到伫印度，伊派来台湾。伊安尼慢慢思考，讲是安上帝派伊来汉人一山的台湾。伊咧回想讲，伊对府城台南行路到高雄的这个木沙。教会去主持礼拜，爱行9点钟久。伊慢慢了解是安那，上帝予伊到伫台湾来宣教。伊讲，因为伊的脚长真够行路，脚长真够行路。巴牧师娘同款，伊是一个护士，总是来台湾了后破病。巴克牧师嘛是安尼，来台湾无偌久就得到马拉利亚疟疾。这个英国的宣道会过转来休困，是甲伊改派。巴克勒牧师讲一句话，互人真感动。伊讲我的疼，是上帝的疼，上帝的疼会当赢过我的病痛。亲像安尼，巴牧师娘伫艰苦的中间，以后转去英国手术，伊有脑瘤，佮要转来服务的时，伫半途死伫上海。咱今仔日嘛找无伊的墓。总是咱代表医生安尼讲巴牧师娘啊，你是一个艰苦的人，你还搁咧关心遐个病痛的人。咱医师讲，伊是一个袂花气的定位，敢是这款上帝的这个疼？这是牧师娘，巴牧师娘，巴牧师伫山区咧传道的时，有当时行袂去，就爱坐人耕的这个桥来传道。咱医生嘛是同款。来到你中华，来帮助人，来去医馆，
骑一台卡拉车，常常摔到水沟，因为咱的台湾迄阵的水沟是无看挂。无偌久，伊嘛得到马拉利亚。所以英国的传道会讲，甲你改派去新加坡，但代表意思讲，无，我的第一志愿是台湾，第一志愿是台湾。咱看到马偕牧师了不起啊！咱看伊所写的诗，讲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，我的青春拢要献予你，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，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，将台湾当作家己最后的这个厝。若要上帝疼，这人要哪奉献因的生命，伫台湾来服务。我咧看这个伫平湖一个路德会宣教师叫做白宝珠，伫平湖关心遐的麻风病人50年，到落尾家己破病，伊无健保卡呢，所以陈水扁总统最后给一张健保卡，一粒民主，奉献家己白花的定火来帮助人。我嘛读到这个夏威夷摩洛卡的一个小岛，上873年，一个比利时的神父戴门到伫遐关心这个麻风病人，10年了后，伊家己得到麻风病。迄天的早岛非常的感动人，伊讲以前拢称呼恁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开始，真正做恁的兄弟姊妹，会通听到这款，这毋大了不起。这人间的伦理有啥物了不起？听家己放去妨害别人就好，听有啥物理想？听有啥物会当甲家己的这个骄傲斗争？更较了不起的是，咱会当学习上帝本性。上帝出日头照好人照歹人，落雨互行好互行歹，成做咱听对得的动机，了不起啊！咱今仔日家己的厝的人都听袂落去啊，佮讲要听咱的对得。当然中文有一句话讲：君子报仇，3年不晚，对无？我讲你手啊袂报，安那囥3年，已经胃溃疡啊！当然，咱学习爱迪生讲的，讲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化敌为友。困难啊！若无人生，若无有垂直的面向，若无有上帝疼，若无将咱的爱罗斯菲勒啊，该提升到伫迄个阿加佩。有上帝听伫咱的生命运行，亲像约翰一书的作者所体会，什么会是咱上要紧的信仰？敢是上帝内底听，兄弟姊妹的相听，就安尼来去做一个水基督教的这个信仰，就是上帝听，伫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满心感谢你的听头，若毋是你的听，我那个是伫外口哭哭说、哭哭说，找无人生的方向，毋知影什么会是终极的价值。就安尼，阮活伫这个世间的人群，甲人咧计较，甲人咧比较，什么人较高，什么人较含慢。什么人较有钱，什么人较无钱？你将阮提升，到伫你的听头，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显出迄个牺牲奉献的听头。就安尼，阮学习这个听来做基督徒，来形成相连教会，形成台湾教会，也用你的听来做见证。互阮四周的人通过你的听，来得到活命，得到价值，得到人生的愿望。愿阮成做这个听的使者，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带，这个听来成就上帝福音的事工，伫台湾这个宝岛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们。我刷去今年阮的校友拍一个短的短片，我伫遮甲咱三角来分享。
要献身做耶稣基督的路福。巴克勒牧师16岁的时阵所写的献身决志文书，生命留落一文件伫咱的面前。咱也通过今仔日的聚会来感谢上帝，通过少年献身的巴克勒牧师所带来对台湾社会、台湾教会的意义以及造就。听，就是将对方放入伊家己的感情的世界。巴克勒牧师来台湾的时，无久伊就接到一大病咱讲的内事。巴克勒牧师安尼讲，不管怎样的病，听声的确被拯救台湾。巴牧师娘对有困难的人，真愿意伸手来帮助，煞袂去。家己是一个当兵啊，伊的生命亲像迄个卖花旗的情况，伊笑跟人。巴牧师娘就是这款的人，这个疼是对上帝啦，对上帝疼咱台湾的，伊就尽忠做伊的路福。伊台湾60年，疼咱，服侍咱，甲咱做朋友，做咱的长辈。咱听后生这款的疼，让这个精神继续。也是甲咱的事事斗相，也去关心比咱更较需要的人，互迄听清楚。巴克勒牧师是1875年来台湾，所以伫1876年就开始这个新学教育，同时建立一个府城的学院。就是咱今仔讲的这个台南新学院，巴克勒牧师会当讲是真了不起的这个教育家，帮助台湾教会对教会的小学到中学到伫这个新学院的大学，完成一个信仰完整的这个教育。当时的人毋捌字要安怎，所以巴克勒牧师感觉。这个台语会当通过罗马的拼音来学来教，所以就开始用罗马字的这个拼音来学家己的语言，就开始将这个圣经翻做罗马字，翻做台语，安尼信徒会当学白话字就会当开始来读这个圣经。通过白话字。伊开始办这个府城教会报，所以大间教会通过这个报纸，就会当互相知影这间教会发生什么代志，甚至会当学习这个世界，是讲普世的教会了解这个世界的消息。所以这个白话字的教育，甲这个报纸的这个建立，甲这个神学教育的这个起造，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贡献。对咱人家所告诉的这个脚步，咱也欢喜，咱今天的心在行，咱从是笑容，咱人家所告诉的辛苦，甲奉献的精神。巴克勒牧师家己的回忆讲伊对府城行路去目沙主持礼拜，爱行9点钟久。迄个时代交通无讲足方便，嘛是安安全。总是这宣教师爬山，经过山岭，到一区一区去传福音，因为这个精神是非常的了不起。总是初代的这信徒会当行一年一日。为着要来礼拜上帝，这款的信仰精神拢是宣教师留落来。这个精神，行路的精神，应该就要互所有学生，还是老师参加来学习。对这个巴克勒牧师的脚了，我相信学生会得到一个感动，将因的生命，亲像巴克勒牧师安尼，一生奉献给上帝，定根一个用土，为上帝。来服务这个台湾的百姓。
合伊所做出的奉献。你的话，你的名声，你的光领导，你的指引啊，你的亲情体力，永远快乐爱，如果欢迎灵魂恭喜你走，有地球，我穿越天边兄弟，你先过港里，万松有大弟兄，龙里归还心流。我们从阮到阮的所有一切归来，拢变你，用热情甲欢喜的心来实现阮奉献的心情。阮的性命献落你，做你路用到一世，我的疼痛求处在，听你赢过这世界，把阮的志献家己，永永全全归乎你，奉主的名，谢谢。而且佫一面甲咱说多谢，咱今年有做这个巴吉的牧师的公仔，大概有1000个要送予咱的主流学生，所以咱有邀请各教会的主流还是野外礼拜来到台南新学院，阮会送每一个小朋友一个巴吉的牧师真精致的公仔，甲献新闻，伊会当添钱，将来伊要支持什么款福音的事工拢会使。总是会当甲献新闻放伫伊的心内，将来咱的第2代、第3代会当继续来跟对耶稣的这个脚步。当然，也欢迎咱上联教会会当来台南新学院行行，多谢。多谢王院长的信息。这条咱来吟诗回应上帝听，圣诗307首美调，圣诗307首美调，请起立，我演算首。